咱要先来关心的是经济部今仔日开电钱的审议委员会，预计这个调整的幅度是伫11%迄卡刀。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讲，这物价会尽量放互稳定，也毋过台铁、高铁甲这个国道客运可能拢会起价，会尊重台铁，也会持续来推动 T-Pass 月票。交通部长王国材是表示讲，这国道客运底道的开销会互 T-Pass 甲接落来，也若 T-Pass 敢要对咧起价咧，目前是袂变动的。4月电价伫要调悬，经济部22要召开电价审议委员会，行政院同意颁布台电1000亿，互4月的电价平均的起价幅度差不多调11%，不过也是影响民生物价的起价。外界预测会带来一波起价幅度，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讲，审议的过程会兼顾照顾民生加稳定物价。也对于需要照顾的这一些团体哈，比如说农渔或者是这一些医疗机构和这一个社会福利机构哈等等的教育机构哈需要在补助的地方，我们也会再加以考虑。针对电价调悬，可能会冲击公共运输，亲像台铁、高铁捷运、国道客运的票价，尤其是台铁有28年无起，国道客运原来有18年无起。对这件代志，陈建仁是讲，为了让台铁公司化，有更较好的营运，尊重票价调悬。交通部长王国材证实，台铁的票价也搁伫议定阶段。国道客运是18年没涨，没有调整。台铁是28年哈，所以也不是因为电价。那台铁现在是还在草泥阶段呢哈。台铁如果调整一样 ，T-Pass 都吸收 ，T-Pass 也不会有调整哈。国道客运也是调悬，王国材讲，底道是由 T-Pass 月票吸收，中长途会做部分调整。若是台铁票价若做有起，底道原来会由 T-Pass 来吸收。那是通勤族所关心的 T-Pass 票价，王国材是讲袂变动，补贴的部分由政府动用特别预算来支应。是用特别预算来吸收，这个我们要查一下，怎么会有这笔特别预算？行政单位可以再拨补一些来补充电价，那减缓这个电价的调涨。罗斯堡批评政府一面伫起电价，一面搁颁布台电，一只牛放两烟皮。考虑嘅是讲，政府爱加补助，减轻民众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